我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的美感、音感、质感、手感跟口感，追求感官极致的背包客，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客家重要美食之一米粉的制作过程。温大姐，我走进这个米粉博物馆啊，我发现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不是这些好像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啊？30年代、40年代，那时候经济没那么好，晒米粉就是要利用这个。国语叫竹面，客家讲我都蛋嘞。这个米粉呢，就是从大陆福建的惠安那边传过来的。因为我们的新竹的风大家都知道嘛，很有名啊。九公风。每年的10月、11月、12月，九公风很强的时候，这个是晒米粉最好的时候。温大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石磨，客家话叫磨砂。磨砂。以前磨这个米一磨的话，磨个40-50公斤、上百斤都有啊。所以磨起来会很累，可能真的是我第一次体验，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蛮好玩的。它磨好了以后呢，就用这个大石头，要把它水分压干呐。早期是用大石头哦。压干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蒸笼里面。蒸笼要蒸熟。对，要给它蒸熟。这个是炉灶哎。就是现代的瓦斯炉嘛。瓦斯炉。对，以前还要上山捡个比较干燥的枯木来给它烧。从人力到机械的使用，为的都是要让米粉制作的过程更简单以及快速。当然，现在也不容易找到所谓的纯手工米粉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现代的技术是怎么样制造米粉吧。再来米呢，磨成粉经过机器搅拌，现在做成这个叫果团。这个是半生熟，就把它放进这个机器里面。来，这个是让你体验。压制米粉那种乐趣，这样一直上下吗？对，一直上下。米粉出来了真的米粉对，有看到了哈。这感觉好奇妙哦，自己体验那个米粉制作出来。这个是我刚刚自己辛苦 DIY 的手工米粉。现在压出来的米粉是生的，我们要拿去蒸。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拿到外面去晒。米粉呢需要7分的风干。3分的日晒，做出来的米粉是最好吃。你看现在今天吹来的那个风，就是著名的9公风。9公风，对，然后给晒着了，这个就是完成这个米粉的过程了。温大姐这一套米粉 DIY 的体验，为的就是化繁为简，将老传统的苦力活转型成观光产业，这也是咱们客家人聪明的地方啊。